宗徒大事錄第2章，聖神降臨第1至13節。五旬節日一到，眾人都聚集一處。忽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，好像暴風颳來，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全座房屋。有些散開，好像火的舌頭，停留在他們每人頭上。眾人都充滿了聖神，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，說起外方話來。那時居住在耶路撒冷的，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。這聲音一響，就聚來了許多人，都倉皇失措，因為人人都聽見他們說自己的方言。他們驚訝奇怪地說：看，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里肋亞人嗎？怎麼我們每人聽見他們說我們出生地的方言呢？我們中有帕提亞人、馬代人、厄南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、猶太及卡帕多西亞、本都並亞細亞、夫黎基亞和龐菲里亞、埃及並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亞一帶的人，以及僑居的羅馬人、猶太人和歸依猶太教的人、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，怎麼我們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話講論天主的奇事呢？眾人都驚訝猶豫，彼此說這是什麼事？另有些人卻譏笑說他們喝醉了酒。第14至36節，伯多祿講道。伯多祿就同11位宗徒站起來，高聲向他們說：猶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請你們留意，側耳靜聽我的話。這些人並不像你們所設想的喝醉了，因為才是白天第3時辰，反而這是藉惡厄爾先知所預言的。到末日，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。你們的兒子和女兒都要說預言，青年人要見異象，老年人要看夢境。甚至在那些日子裏，連在我的僕人和我的婢女身上，我也要傾注我的神，他們要講預言。我要在天上顯示奇蹟，在下地顯示徵兆，血、火和煙氣。在上主的偉大和顯赫的日子來臨以前，太陽要變成昏暗，月亮要變成血紅。將來凡呼號上主名字的人必然獲救。諸位以色列人，請聽這些話：納匝勒人耶穌是天主用德能、奇蹟和徵兆，即天主藉他在你們中所行的，一如你們所知道的，給你們證明了的人。他照天主擬定的計劃和預知被交付了。你們藉着不法者的手釘他在十字架上，殺死了他。天主卻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，使他復活了，因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。因為但未指着他說：我常將上主置於我眼前，我決不動搖，因他在我右邊，因此我心歡樂，我的舌愉快，連我的肉身也要安息於希望中。因為你決不會將我的靈魂遺棄在陰府，也不會讓你的聖者見到腐朽。你要將生命的道路指示給我，要在你面前用喜樂充滿我。諸位仁人弟兄，容我坦白對你們講論聖祖達味的事吧。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他的墳墓直到今天還在我們這裏。他既是先知，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詞對他起了誓，要從他的子嗣中立一位來坐他的御座。他既預見了，就論及默西亞的復活說：他沒有被遺棄在陰府，他的肉身也沒有見到腐朽。這位耶穌，天主使他復活了，我們都是他的見證人。
他被舉揚到天主的右邊，又父領受了所恩許的聖神。你們現今所見所聞的，就是他所傾注的聖神。達味本來沒有升到天上，但是他卻說：上主對吾主說，你坐在我右邊，等我使你的仇敵變作你腳的踏板。所以以色列全家應確切知道，天主已把你們所釘死的這位耶穌立為主，立為默西亞了。37到41節，3000人歸化。他們一聽見這些話，就心中刺痛，遂向伯多祿和其他宗徒說：諸位仁人弟兄，我們該作什麼？伯多祿便對他們說：你們悔改吧，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，好赦免你們的罪過，並領受聖神的恩惠。因為這恩許就是為了你們和你們的子女，以及一切遠方的人，因為都是我們的上主天主所召叫的。他還講了很多別的作證的話，並勸他們說：你們應救自己脫離這邪惡的世代。於是凡接受他的話的人都受了洗。在那一天，約增添了3000人。42到47節，新興教會，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，時常團聚，擘餅祈禱。因為宗徒顯了許多奇蹟異事，每人都懷着敬畏之情。凡信了的人，常齊集一處，一切所有皆歸公用。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，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，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，一挨戶擘餅，懷着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。他們常讚頌天主，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。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。